台灣食嘢一向平靚正，今次呢，我哋食好啲。首先嚟一個龍蝦海鮮拼盤，再試下佢嘅雪花牛、板腱牛同埋培根豬，然後一定要再跟翻個日本清酒啦，成件事先完美。玩到攰呢，就一定要嚟呢間喺西門町嘅元氣養生會館度揼骨啦。佢按腳呢係會有呢個烤餅送㗎，唔使驚旅途好寂寞。之後一定要帶大家嚟西門町唔夠10分鐘路程嘅新酒店啊！佢全新裝修係非常之靚㗎。哇！響邊度揾到啲性價比咁高嘅手信呢？比專門店平成倍啊！有好出名嘅新東陽啦，同埋其他牌子都有㗎。呢隻高坑你哋食過未呢？仲有啲好靚嘅蜜糖啊！想睇完整版本呢，可以入我 YouTube。